人心的迷與悟，只在一念之間。想不通時，事事都是心結；想通透後，處處都是坦途。別和往事較勁，別和他人內耗，放下執念，就是解脫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從來不是山海，而是否懂得善解人意。多一份體諒，就少一份矛盾；多一份理解，就少一份隔閡。心與心貼近，日子才不會孤單。我們都是紅塵過客，匆匆而來，匆匆而去，爭不完的名利，放不下的執念，到最後才發現，平安健康，心安自在，才是一生所求。做人有道，做事有尺，不驕不躁，不貪不遠，才能在紛繁世事中穩住自己，守住初心。人生百般滋味，終究是道盡人生無常。